发现 they still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。真劲呢，这条建筑哦，真有维持传统的文化。而且来到伦敦啊，一定要喝英式下午茶。哦哟，感觉跟炸鱼薯条是并列的，一定要吃看看。走，点杯油。姐带你去。哎，你看啊，英国那边人懂得请哦。真的超热情的，哎，照片还不错哦，你看。哎，跟唔会茶哦。不错吧？嗯，很棒，这很有名。一个有名的地标。哎，你记得英式下午茶这件事吗？哎，对哦，英国那边店行懂有名哦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来挑一挑，看看有什么 snack 好吃的。错过，杜氏窑是店行，唔会茶哦。没错 ，I'm hungry and I'd like to have some snacks。好，没问题。这边，带你下边身。这边看起来不错的。你都还蛮宽做下午茶。不用急，这一条有超多很有名的下午茶餐厅哦。哎，你看这一家就是啦，去看看喜不喜欢。真的很传统那种3层的。对呀。喝了不会茶哦。哦，这真的很英式下午茶，正统的，就这一家。就这家。哇，好浪漫哦！礼拜天腿板的时间哦，常常讲说，我们去吃下午茶，英式下午茶。我们现在就在伦敦吃下午茶，正统的英式下午茶。前梅贡巴，杜氏窑是店型。没错 ，I'm hungry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snacks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卖这个卖 scone， 然后我们加鸡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哦，是不错。当然不会茶，不过我手艺没那么好，scone 我可能做不出来。冇你啦哦，要不嘞哦，那个珍珠奶茶、混盐啊，因为我都懂史行没，上到嘞，他搞个擂茶有冇？给他擂茶。你好厉害哦，不错不错，我觉得那味道不错，黑糖粉圆，甜甜加点苦苦的，英国不会茶。搞不好哦，哎，先不要说了，我好饿哦。先吃点心。对，还有 some snacks。来到英国那边吃下午茶，怎么可以没有茶呢？来，谢谢。要不欧洲这么热，我觉得喝点冰的应该也不错哦。我觉得不错哦。好，这一次交给你决定。好，那就我决定哦。要不然就做客家擂茶混宴。好，达成协议。耶！走。忙了一天了，肚子好饿哦。没关系啦，因为懂得点心的，杜氏窑是点心。I'm hungry and I would like to have some snacks.